大家晚安，足久无见，大家好，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的网络好厝边，今日要来甲大家咩？嘿，大家好啊，卡米萨卡阿曼，欢迎你来，好久不见哈，真的耶，好像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欢迎。请问你今天也是来被骂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个在说明栏那边有个表单可以投稿，现在勉强还来得及哦。我等一下可能就会把那个表单关起来了，所以如果有还没投稿到，但是有想要被骂的，可以把握一下机会。啊，算阿曼欢迎你来好，你已经准备好互我骂啊，对不？不要紧啊，拢安尼啊，拢想要互我骂啊。不要紧，我就知影恁遮的实在是，好啦，我怎么看阿酸没有投稿？阿酸有投吗？我看一下，阿酸有投吗？哦，没有投还想被骂，没投稿还敢被骂是怎样？这个好啦，大家其实也不一定要投稿齁，就是如果有想要被骂的话呢，除了投稿之外，也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些欠骂的话，我今天就会那个毫不客气的骂一下大家。我毕竟是骂倒台嘛，骂倒台就是要趁机多骂一点。我们这里按蛮欢迎你来，你好，欢迎。哦，没关系，来看我开台就很高兴。对啊，我也是我也是，好像蛮久没有在自己的频道开台了，有点太久了，久到有点良心不安，真的。你只喜欢及时被骂，谁好你不要。你很懂很有品味哦，我绝对不会承认我也是同好，我才不是什么同好菜。好，这转太硬了，好像有点太白痴。好的，讲到哪里啊？讲到那个啦，来看我开台就很高兴了。对啊，我真的好久没开台哦，因为我最近好像有点怎么讲呢？龙体欠安，有人自己这样讲吗？龙体欠安。蛇体欠安，对，就是好像那个状况比较多，所以就能量不太够啦，行动力没那么够。虽然平常都在那边操大讲家己是上面，你说自己是行动力的化身，但是最近就是行动力比较不够，所以好像做的事情就少了点。对啊，蛇体欠安没错，就是这4个字，不然要哪4个字？开讲写大家的名，那也都是英文。对啊，这个 YouTube 又在那个是怎样？然后那个我好不容易变刚刚不知道那个时速不知道拼到多少，又给我修正回去，又砍掉一些时速，这气死！我现在还差500小时，对，然后我自己再努力一下，就大家也帮我努力一下，谢谢大家。然后应该快了啦，应该11月应该可以吧？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应该可以实现吧？应该可以收益化吧？好，真的好想要，对，总之那个大家名想到东西英文，就是因为 YouTube 有时候蛮累的，对，就是 YouTube 好像有时候都会。最近也蛮严重的就是出一些奇奇怪怪的 bug， 然后我知道别人家有更惨的别人家有那种 bug 是明明也没有开订阅者限定哦，就是那个聊天室大家没有人有办法留言，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没有办法留言，哇，这个 VTuber 遇到这个真的是会吐血而亡。但是我有看到有那个其他同行我很敬佩的 VTuber 朋友有时候遇到这种状况还蛮惨的，对，然后这个都是 ID 名这件事情好像以前就有发生过了，但是好像最近又特别严重。我有看到别人家也有这样子啊，今天轮到我了，不知道是怎样哦。这个 YouTube 可以不要一直在那边做一些不一定有用的功能吗？比如说什么把你的有一个新功能是超问号的，就是它会擅自用 AI 解读你的影片之后，把你的影片配成其他语言的配音，然后还有可能讲错。然后如果讲错害你被骂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真的是超好笑，怎么会做这种功能？对啊，有时间搞这些，不如把一些基本的弄好吧？是怎样啊？对，最近换季，天气变化大，情绪容易受影响是正常的。我其实本来平常就是很擅长生气啦，我本来就是很那个凶巴巴，不是很好相处的人，只是直播的时候平常不会这么做啊。今天就难得有机会吼，就是那叫什么？奖励大家吗？发一下福利，让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我齁。是的，就是今天是那个只有今天限定。对，这假很冷啊，冻死了。你是在外面哦？你在外面那个吹风哦，太可怜。对啊，都这样呛观众。我刚刚都在呛 YouTube 我都还没开始呛观众你先冷静。
对啊，不是你不是刚才说你喜欢那个没有 say 好及时被骂的吗？啊，现在在那边说什么都这样呛观众啊？啊，你不是就是想被呛啊？还嫌呐？还嫌呐？没有啦，这个呛大家都是爱之深责之切啊，对不对？只是对你们的爱表现的比较扭曲一点。哇，直接在聊天室告白吗？抱抱阿双可以跟你结婚？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太好，谢谢客到了。你们是想听这个吗？你们是想听这个？哇，马上答应吗？好的，猫猫姐，我的天哪！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我是不是应该帮你们唱个什么歌？那个叫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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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突然不会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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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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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是不是应该念个什么证婚的那个台词？请火蛇见证你们的婚姻，已经在见证了。我现在正在 Google 找那个证婚台词，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啊，看有没有台语版的。太好了，天菜学姐告白，你们进展也太快了吧！我不负责，我不负责，我没有想过我会变成月老系的 VTuber，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天哪！我找到的证婚词都好奇怪啊，不是有那种很正常的吗？是怎样？你们等我一下，我一定可以找得到。这个也太容了吧！证婚台词，牧师的证婚词，哇，第一次证婚好紧张哦，没有想到会提供给大家这种服务。你手上的戒指拿出来好久，你也准备的太周到了吧！救命啊！这个请问鸟味古水，请问你敢愿意接受阿选做你的看手？甲伊共同度过恁的后半世人，无论是健康还是破病，无论是善车还是好囝。还是任何其他的变化，拢爱甲伊关心，甲伊疼痛，甲伊照顾，永远甲伊陪伴，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请问你敢愿意？愿意讲愿意哦，无愿意，恁就家己处理哦。我们有时间差，好尴尬哦。请问阿孙，你敢愿意？愿意好。请问阿选，你敢愿意接受鸟味古水做你的看手，甲伊共同度过这个后半世人，无论是健康还是破病，无论是善车还是好囝，还是其他任何的变化，拢爱甲伊理解、甲伊支持、甲伊体谅、甲伊照顾，永远甲伊斗阵，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请问你敢愿意？较紧的，你是咧赶啥啦？紧结婚要紧迄个，紧来美人嘿，嘛是。今天的重点是骂倒台，为什么突然变证婚台？我的观众也太是有什么问题？好，阿酸，你敢不愿意啊？两个都讲了你们真的很赶进度，我的天哪！我先跟大家打招呼，从阿聪阿杰阿曼欢迎你来，跟515的狗，515的狗。我也是蛮想跟515合作的。你好啊，515的狗，我不知道，请问515知道你的 ID 叫这个吗？你好，欢迎你来初见平安，欢迎你来看我的骂倒台。对啊，是咧赶火车哦。好，两个人拢愿意啊好，安尼迄个新娘会当甲新娘迄个烧金吗？恁要烧金嘛是要烧精吼，在恁我无差就安尼。好，恭喜结婚耶！明天要考试了，然后念不进去了，是不是？你有需要被骂会比较好读书吗？因为我们今天是骂倒台，真的，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哦，我平常没有对大家这么凶。不过因为今天是骂倒台，我们在骂倒台，就是要做该做的事，就是要认真的骂倒，才是一个尽责的主播的表现，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被骂才会去读书的话，你直接跟我讲，我马上骂你吼。好要骂看你要中文还是台语都可以。如果要英语的话，我要努力一下也说不定可以啦。你个提醒看买，你自己想一下。平常也没有证婚服务，只有今天，不是你们也太唐突了吧？真的是粉随推是不是？虽然我是唐突系 VTuber， 但我最近常常觉得观众们也是蛮唐突的。
但我是感觉蛮骄傲的啦，谢谢你们，我现在觉得很快乐，太好了，太好了！我今天又见证了一对那个新人，一对佳偶在一起，好感动，我要哭了。爽没？你们今天就是想听这句吧？我自己也很爱这句，对啊，今天感觉一定会讲很多次。爽没？证婚证完了，结婚了，爽没？爽了讲一下啊，不爽也就没办法吼。好啊，就这样，太好了。粉锤推不要不要再你们没事都拿锤子还是拿锯子来那个，真的是想听台语骂倒呵，爽啊袂哈，有痛啊袂，欢喜啊袂哈，满意啊好，我们继续，爽啊去喂，那确定这可以讲吗？这可以讲吗？这可以播吗？这个观众乱讲话，应该我不会被编台吧？应该是观众顶多观众频道不见，不对，观众的账号不见吧？观众乱讲话应该不是主播的问题哈，我应该不会被编台哈，应该不会吧？去更爽了，靠腰嘞，妈人家公家有诶无诶，哇，今天可以毫无顾忌的骂人好爽啊！骂完之后就说没有，今天只是骂倒台特殊服务，一定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性格有问题。虽然我也平常都很乐于承认我就是性格有点问题啦，但是好，谢谢，爽了。好，我们来骂人吧，我们还是做一下该做的事，来骂倒。好累哦，我怎么才开始10分钟就觉得我已经用了很多的力气在骂你们了难怪之前常听其他 VTuber 的朋友都有分享说骂倒台其实还蛮累的，果然骂人是很费力气的吗？好，那我们就继续吧。好，那我就打开表单啦。就是希望大家阿慧身体状况还好吗？有好多了。对，昨天真的头痛到不行，但是我后来我应该是那个啦，我应该是那个血钠太低，就是都没吃到什么盐，又喝太多水，所以好像。这个细节我就不赘述，反正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毛病有点多，然后我应该是血钠太低，就很想睡觉，然后头就很痛。但我后来有吃了一些很多盐分的东西之后，感觉就好多了，所以应该是因为这样子就好了。对啊，到目前为止今天都还没什么问题，所以应该是 OK。对是的，我应该要多照顾我自己的身体。对，我会努力的。拍谁？我大家欢乐。就昨天就是睡一睡起来，然后就看到聊天室超多人，然后还有那个猫猫卡爱降落来，我就觉得天哪，对，就是老实说蛮愧疚的，对，但都已经发生了，所以是的，我总不能就是把自己弄到挂掉，所以我还是有睡一下，是的，很多盐分，金华火腿炖汤，不要又想炖主播，太爱炖主播了吧？你们真的是多饿，恁是多要。更半夜来看一下 VTuber 嘛，想要把 VTuber 贴假的吧？这个真的是太饿了不用这样，不用大家都在那边辛苦了，没有就自找的，就是对那个跑来当 VTuber 那些辛苦都是自找的，没有什么我虽然今天的主题根本就不是这个，但就不是很想卖惨还是讨拍，就觉得就是自己要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对，所以就这样子，好啦，反正就是如果我真的开不了台，我一定会尽早通知大家啦，对是的，就是这样。那是说真的，金华火腿哪是阿慧的腿？拍谁？我被大家训练到，就是都觉得大家要吃我，好不好？我已经现在是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了。这都是其他观众朋友害的，对，这个把我塑造成一个擅长感到恐惧的人，习得性无助。金华火腿炖汤，我好像没有吃过金华火腿，感觉好高级哦。我好像只有吃过便宜，是可以这样讲吗？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火腿，可能有掺一些淀粉。是的，竟是这样的人吗？伤心没有啦，我知道不是，拍谁，我怕一定不是阿健的问题，一定是阿健被大家带坏了，我怕阿健被大家带坏，很恐怖，对，大家都太愁惨了，
只有阿杰是清流观众。人太闲就是想要作践自己。你说的太闲是这个太闲吗？我应该很多盐分，所以太闲是不是？哎，Jimmy 晚安，欢迎你来。骂岛结束了吗？没有，才刚开始。那我现在已经觉得好渴了。我的水在哪里？我的水离我好远，等我一下。太好了，可以来喝水了。才开始15分钟，15分钟就骂岛结束是有点快啊。哎，是的，刚证婚完，现在我们那个聊天室有2位证婚人、新婚人士，对啊，他们就是对证婚完了，爽了，可以来骂了。或许会需要买运动饮料来放，有道理耶，我觉得我需要请祝他新婚愉快。好，大家可以刷一排猫猫卡爱新婚愉快，阿酸新婚愉快，可以刷一下哦。因为我们现在聊天室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只有看到 ID， 对啊，但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应该是认得出来。所以 Sandra 晚安，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如果认错的话，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每个进来就先骂一句，也太不友善了吧？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大家点进骂岛台都是有心理准备，是马上要被骂的是吗？真的假的？猫猫新婚愉快，猫猫算新婚愉快耶！大家刷一排，太好了，没认错，太好了。但如果有新朋友就真的尴尬了，我应该就会叫不出名字。对，喜糖还有喜糖哦，太好了吧，太好了吧！啊，你才5颗有点不够哦。好啊，大家自己拿哈啊，不够要打架还是怎么样哦？你们自己处理，我都不阻止，一概不阻止。对，好的，那我们还是回来今天的主题吧。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表单里面有谁想要被骂吧。啊，如果你没有投表单哈，或是你很懒哈，你懒惰虫，你懒得投，懒惰虫听起来是什么好老的讲法？如果你是懒惰虫，你不想要投表单的话，你也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些欠骂的话，你就会被骂了哦，爽没？好，骂岛 rap 15分钟结束，那是有点快，而且 rap 难度好像有点高再想想。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表单的第一个欠骂的人是谁？原来是伊藤绿茶，伊藤六个家。好，我准备好来骂你了啊！不是，人不在伊藤绿茶，人伫倒位？人无来，个想要给我没？好，已经开始骂到了吗？算吧，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努力。就是非常的那个 aggressive， 就是随时都在一个准备骂人的状态。哇，太好了！欠骂的话，台语跟闽南语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对，不是这种吧？我觉得这不一定到欠骂，就是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是真的不知道的话，是可以问啊，问了就假装问，然后其实没有要听的话，可能就蛮欠骂的。这个平常大家自己去骂我懒得骂这种的。一粒安安，欢迎一粒。我直接念一粒，感觉跟伊利很容易搞混呢。好，总之一粒晚安，欢迎来。你好，欢迎。人不来直接骂，对啊，先骂一顿吧。就是骂倒台，就是要我努力，好不好？我想说，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主题，就叫骂倒台了。我尽可能就是让补档的人随便点一个地方都有被骂的感觉，这样不错吧？哇，你们一定要把话题带的这么那个吗？虽然我是没有在介意的啦。聊天室怎么有人打台文？你这样不懂啊？不是，不懂的话你就不要看聊天室啊，你看我就好了没？不是，那不然等一下那个聊天室有日本朋友有日本的朋友来啊，打日文怎么办？你也要在那边讲说你看不懂，看不懂就看不懂啊，就不是看我就好了，好不好？麦德奢。闽南语没有字，闽南语有没有字我是不在意啦。如果你问台语的话，有，不是我平常要讲这么多了，不要现在叫我讲这个。怎么随便点进来都没有开始骂？欧拉夫晚安，欢迎你来。爸有看我讯息了没？我好像有事相求，来看看老爸有没有看我讯息。老爸还没看我讯息，老爸不爱我了，这样算骂倒吗？还是算情了？爸。我有事要找你，你没有看我的讯息，你不爱我了。父子情，我们的父子情呢？开玩笑的，我知道老师很忙。对，这个骂不起，得罪不起，这个骂不起，我只敢骂观众。
我只敢骂观众，我不敢骂欧拉夫。欧拉夫不能得罪。好，就开玩笑啊！真的有想被骂的话，老师您再请跟我说，然后我会再尽我所能的提供这个骂到让您舒畅的服务，好吗？哎，谢谢。快点骂欧拉夫，都免费画图欠骂啊！这真的是蛮欠骂的。对，这真的是蛮欠骂的。老师，你画图那么快，然后又那么美丽，啊，你动不动就不收钱，你这样对吗？你这样对得起自己吗？你这样吃得饱吗？你有睡觉吗？你这样不行啦。那个，你如果那叫什么？如果把自己累坏怎么办？这好生也心疼呢。哈，你儿子会难过哦，所以就请照顾好自己。好啊，我怎么越来越没有在骂人的感觉？救命！哎，猪虫阿们，火蛇老师安安，不要老师又老师，太老了，不要再叫老师了。请叫火蛇师安安，这样稍微好一点，谢谢。所以收了，可是你不是有免费帮人家抽奖画画吗？好啦，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老师可以收更多一点。好，但是老师有时候没有跟我收很多，我也是真的蛮开心的，因为我也很穷。对，没有老师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变成在夸欧拉夫老师？今天是大家想要被骂，好，我还是先来骂大家。不要，真的叫火蛇师吗？怪死了，真的要叫火蛇师吗？你们再考虑一下。我怎么觉得原本是要骂倒台，骂一骂变成我自己很困扰。谢谢，最后还是绕一圈惩罚到自己，太好了，大家就想看这种是不是？高戏低歌也没命。这句我不知道意思，天哪，我台语不好，怎么可以这样？我要自卑了，我来看一下。搞是那个那叫什么？高遮天哦，是孙悟空哦。阿迪哥是猪八戒啊，是这样子哦。所以就是那叫什么唇亡齿寒。所以叫做高戏低歌啊的无名哦，原来如此，学到了。好，孙悟空挂了，猪八戒还活得了吗？啊，真的耶，好，原来如此。好，我们还是继续骂人啊，不是一头留个下，我已经拖这么久了，人怎么还没来？人还没来是要怎么骂你啊？骂你，好烂死了。好，我知道，我们先把那个有在场的骂一骂，有在场的骂一骂之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些还没有来的。好，奥吉威啊，一粒在，嗨一粒，好突然的要开始骂，怎么办？平常对大家很和善，好像也没有很和善。好的，这个好凶哦！我平常有这样子吗？刚新婚就要被骂，你有投那就只好被骂啦，哪有办法？自己要投的，怪我了。新婚不是你投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你会突然就新婚快乐吧？我哪有办法？可以骂阿酸，真的假的？好的，好啦，我们还是先做该做的事。我要进入一下情绪啊。好想偷改词哦！你就这么傻吗？这点事情都搞不定，是不是有病啊？真的想一脚踩死你！好没有感觉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我比较少在一脚踩死别人。对，如果有不满意的话，可以抗议哈，我就可以再 take two。如果没有抗议，我就当做 OK 咯，好不好？有人开心了是不是？好，有开心就好。林华义的，你打错吗？应该没打错吧？等一下，我是没有露出你的名字。对，大家看清楚上岛有填我就会那个有填我就会给大家看哦。对，大家看清楚什么人岛公开处刑，应该没打错吧？还是我念错了？我想改词是因为我觉得就这么傻好像不是我平常会用的字啦，
所以会有点比较难进入那个情绪里面。对，还是我改一下试试看。你就这么北七吗？这种事情都搞不定，是不是有毛病啊？真是干脆一脚踩死你算了。是怎样？这样有没有？这样有骂到的感觉吗？没有的话，你再抗议哦。你再抗议，我就再 take two。好，阿酸帮你挡刀，更爱了，一生一世。你们不要在我的聊天室晒恩爱。可以哦，可以晒恩爱哦，因为这样聊天就会动起来，我的那个演算法比较会推出去。我那个骂一下，只是为了维持我们今天骂倒台的感觉，差了点味道，对不对？奇怪，到底是差了什么味道呢？可能那个吧，我觉得是因为伊利没有得罪我，讲的好像其他人都得罪我，没有啦。好，我再试一次。台语哦，爱用台啊，刚不可能，说不定用台语比较有感觉。我想一下。你就真正在讲是哦，真正在讲，这种代志你拢不袂好势，你就判病啊！哈，还是真正是爱这个，等一下一脚踩死你怎么讲？真正爱给你斩好死，对吧？用斩的。你跟火嫂都会晒恩爱了，为什么我们不行？你们可以啦，让我聊天室动起来，你们就晒没关系。啊！你们晒我就骂哦！啊，真的哦，用台语比较有感觉，太好了哇！感谢猫猫导演，现在猫猫是我的导演，太好了，有导演的帮助，我一定可以进入那个感觉哦！真的哦，台语的可以，sweet。好，我们再试一次啊！想象一下，街访对象迟到30分钟还不跟我讲，这个我就直接当他不存在了呢，我都懒得跟他吵哎。好，我们再试一次。你是头壳有破病是？你这种代志，你就武袂好势，你真正是爱去看医生吼，还是规气的怕改？再一次。我结果我改好多，但是可能改的比较像我会骂的，应该好，一粒你听听看有没有满意吼？没有满意的话就我觉得应该会啦，刚刚已经满意了，我们应该可以超越刚刚的哦，应该只会更好。会笑场啊，对啊，我觉得有看台词跟那个直接骂下去，那个感觉好像还是有差。就直接看台词会有一种在 C 的感觉，会比较想笑场。你就这样头壳有病是？你这种代志你就武袂好势，你这样去看医生检查一下吼。啊，就我规气的，这个给你打死，给你怎么死好啊啦？哦，你赶紧去倒台看迄个倒一下，敢会较巧的。哦，安尼有爽不？好像有太好了，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啦。好啊，大家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就跟我说一下可以。好啊，我们现在处理下一位。奥杰上前面有关没？想被骂的紫紫绿绿的那一株，你今日到这是要创啥？你是要让那个观众朋友伤过欢喜哦？你是要害我？大家平常都已经很那个了，真是这样算哈？这样算有在骂？真的吗？台语很有感觉，太好了！我以后的那个头衔，等一下我先打个招呼。等一下，是 ID， 我好像记得这个头贴，对不对？我们有见过面，但是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你等我一下啊！对，原来是帕米波吗？我们念错，等一下我看一下，我马上看一下，对。帕比波，晚安，欢迎你来，太好了，很色吗？真的假的？啊，果然台语比较有感觉，是不是？好，这正是我的荣幸。对，当然要记得常常来，对，当然是要记得你的。想被骂的话，可以讲一点欠骂的话哦。好，难道我以后的头衔就变成专门用台语骂人的吗？台语骂导系。本来没有想走这个路线但是大家会因为这样子比较想要学台语吗？如果会的话那好吧，我就只好牺牲自己。没关系啊，平常都在牺牲自己，一点不差。没关系啊，就这样啊。好啦，太爱了吗？这真是我的荣幸。好啦，那好，我就先不要乱讲话了。不知怎样人来开色水无？
我唔知，卖我白讲，我白讲，恁家实在吼，你们要造谣，你们就用画的，让我有一些 fan art 可以蹭，好不好？或是去写文，让我可以蹭，不要平常只是讲讲而已啊。好的。啊，又要来骂紫紫绿绿的了！你这个怠惰的懒猪，为什么还不快点动起来？好，台语嘛，苗可丽是马自立的偶像，苗可丽是真的蛮厉害的啦。对，确实也是有从他的表演的片段偷学一些事。哇，感谢伊里的降落，你很会选时间哦，伊里。都要喝来好关咩？爽没？送啊不？降落就被骂了，好一定要的啊，一定要的啊！感谢伊利的降落，带一堆人来一起被骂，来那个大家有想被骂的吼，讲一下，我一定骂哦。其他那字幕骂你，好，等一下一定骂。我们先处理伊利，对，有想被骂的就直接讲一下哦，喊一声骂我，我等一下就骂哦，或是可以提供一些很欠揍的，我就可以抓着你的欠揍台词骂你。再来一次嘛，真的假的？你这个怠惰的懒猪，怎么还不快点动起来啊？你这个笨蛋，你这笨蛋的猪，逐工干那哭哭只，你想要无赶紧叮当起来？你若无叮当起来，要安怎趁钱？互我来开，又打劫，莫干那会晓伫遐食饱困，困了搁食，真正变做猪，有够肥，紧来紧叮当起来，看要运动还是要做一寡对社会较有迄个贡献的代志，哈。莫浪费社会的资源，莫浪费咱宝贵的空气，好不好？快点动起来啦！看你是要开台还是要那个干嘛？对，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好，我知道，我只要把我那个很不要脸的本性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就有彻底的骂到了。太好了，我学会了。先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人绿茶晚安，欢迎你来。阿兹姆晚安，欢迎你来。等一下一定骂，好不好？等一下一定骂。然后还有我们的蜀人，对不对？蜀人晚安，欢迎欢迎。拍水你浪费世界主管，我是不是打一个警语啊？就是这个都是演出，没有在真的骂，请不要伤心哦。如果伤心是你自己的问题，今天就是骂倒回你自己想被骂还伤心，我能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家己迄个我在上给他给家己特的，敢不是？好爱那张图，好爱那个美乐蒂的台文版的那个梗图。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可以去我的 Discord 看一下。好凶哦，对啊。不瞒各位说，我其实对这个骂倒也是稍微有一点讲究的啦。原来不是真的骂吗？够像就好，好不好？不要连骂倒都有那种嘎起的倾向出来，好不好？就是什么原来主播在什么台词回说爱我都不是真的，废话，那是表演啊！你们冷静啊！对，这个各位冷静，各位冷静。对，包含这个环节也是在骂大家哦，这是奖励，请大家欣然接受。如果不接受，你就当做我是在骂其他人，没有骂到你，好不好？自己调试哦，自己调试哦。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存活，就是要擅长调试自己的心情。啦，原来只是表演，我的废话，我平常有这么恶劣吗？原来跟阿酸的证婚也是假的吗？你说嘞？你要真的，你要去户政事务所啊？我这里看起来像户政事务所吗？我看起来像户政事务所吗？幸福快乐都是假的，好像有这首歌哎。好，不要再 cue 我唱歌了，这样会显得我很老。不要这样，很过分。好，再来要骂谁？芝木哦，芝木，你想要我骂你哦？可以提供一点就是被我骂的点吗？就是我突然不知道要攻击你哪里耶。我看起来户政事务所是不是？我要变证婚系了吗？其实也不错啦。如果可以帮我喜欢的 CP 证婚的话，好像蛮开心的耶。好想看我的 CP 结婚哦，或是再结一次婚，然后我用台语帮他们证婚，然后就是好快乐哦。对啊，婚礼司仪没错。蛮想的耶。如果我前几天有去吃喜酒，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如果那个有人的婚礼想要找阿慧当主持人的话，如果你们可以想办法弄到一个超大荧幕，然后让我连线，然后让我看得到现场的状况，
的话，我其实好像蛮乐意的，就好像蛮好玩的哦。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的话，再来参详，看可以怎么实现。对，好像蛮好玩的。或是有 VTuber 要办线上婚礼哦，就是你终于结婚了，或是也没有或是对，就是可以找我，我非常乐意担任这个职位。好的，谢谢。也不知道怎么办哦，字母。好啦，我想一下哦，不然我就打开字母的推特啊，看那个，好难哦，要攻击字母对我来说很困难哎，就平常就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是要怎么骂你？哈，我是要怎么骂你？一来就说想被骂啊，你来想被骂，你也不会提供一下素材哦。你是觉得我这边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地方吗？想被骂这种愿望，你要实现，你要有一点诚意啊。你看是要给一点素材，还是给一点钱嘛？不然怎么办？我骂人骂一骂都会讲到叫他给我钱呢，好救命哦，对不对？这样就在骂了。你看，就是这个叫什么？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我对骂导也是小有讲究。这就是那个。我认为，好，不要这样。就是我觉得，真的有骂到的感觉，也是要下一点功夫的。看来我今天做的还不错。好，我是什么时候要结婚？不要催。你会包红包吗？啊，大家应该会吼。不是，哪有为了收大家的红包就结婚的？给我们一点时间啦。婚宴会场的投影幕不要放新人影片，改成跟我连线。对啊，不错吧？新人影片还是可以放啦，只是你可能要把新人影片给我，然后我放在 OBS 里面，然后我的 OBS 要先塞一下，对，就是要真的认真塞一下，好像可以哦。想要火蛇证婚的话，火蛇会提供伴侣吗？你觉得嘞？你想要去户政事务所结婚的话，会有提供伴侣吗？幸福爱靠家己争取，这个真的没办法哦。对，但是如果有需要发那个征友文的话，就是我目前打算还是会再开那个台语叫卖台。对，这个月有开一次台语叫卖台，之后应该还会再开。你要把自己的那个后半生卖出去的话，讲卖好像不太好。你想要自我行销，你想要推销自己的话，你可以把征婚广告就是传送给我。我可以在台语叫卖台帮你发征婚广告，可不可以？爽了没？这样应该可以吧？这三人共5目以后无当地卡位，这个好那个哦，这个有点，这个解释起来要花一点时间呢，但是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那个嘛，以前没人在介绍，就是人家结婚的时候，就有时候会，这个好难解释，我很怕我讲错。对，反正就是是的。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个应该查得到，或者是可以在那个 Discord 的台语的讨论区讨论一下。对，这个真的蛮有趣的。说到结婚这个话题，就是其实我下礼拜还有我下礼拜又要去那个台语道府家教，然后这次的主题会跟台语的情话的经纬咪咪的那个情话，虽然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情话，会跟台语的情话，还有可能一些结婚的恋爱的词有关系，所以到时候就会提到一点那个啦，新人的祝贺词，然后跟那个那什么订婚的时候爱喝的红茶的那个内容会一点点，就真的一点点的关系，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个，我等一下最后再宣传。这个要最后再拍影片放上来，好赞哦。对，那个等一下，大家知道那个阿聪阿 Jack 真的有在准备中吗？就是他的频道现在目前至少有2支嘛，一个礼拜就做了2支，那个就是无专业台语教授。太久没讲台语了，我居然把写讲成书，天哪！好，无专业台语教授已经有2集了，非常好看，真的可以学到台语的俗语。对，我非常推荐给大家，请大家支持我们的阿聪阿杰。来，请去订阅好不好？还没看的去看好不好？拜托，不要拜托，今天是骂倒台，还不快去？都叫你们去了，还不赶快去？今天是骂倒台，还是要维持这个骂倒的。真的超爱的，请去。
什么意思？很过分的是，如果参加葬礼，人家能不能把你也推去烧？再想一下，不对吧？真的假的？哎，知母要跟我拍8点档吗？可以啊，蛮欢迎这一类的邀请的。我有看到有其他 VTuber 朋友也有在拍类似8点档的主题，我就想说，怎么没有邀请我？没有啦，没有啦，可能就是刚好没有看到我，就是我的名声不够响亮。对，但是就会觉得有机会的话，还蛮想参加看看的。毕竟我还蛮喜欢做跟台语有关的，所以如果有 VTuber 朋友想要做那个8点档或是其他跟台语有关的企划，都可以跟我说。对，我超乐意，台语相关的联动我都蛮乐意参与的。好，这是一种香火吗？还没有啦，还没有变成一个香啦，还没有开社团式啦啊！以后会不会有？我不知道。如果大家让我赚到很多钱的话，就有可能咯。对，或是我想办法从 YouTube 身上赚到很多钱，就有可能咯。好，我在努力，好不好？不一定啊，没有保证哦，这没办法保证。也没有家长，烂死了，保证跟家长，我的历史也没有那么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好，招比耶嘎比要续集了吗？等你邀，等你邀。对，下次如果还要继续招比耶嘎比的话，说不定可以不止我们3个人呢。对啊，我们可以再看看要不要邀请其他朋友来共襄盛举。8点档不就是这样子吗？8点档就是爱欧北波啊，那个剧情就是要越来越扯到有的没有的，就是原本只有讲一家人的故事，然后就要讲到好几家人的故事，然后布嘎布萨萨已经不知道第1集的那个家庭现在在哪里，然后最后又出现一个什么很坏的人，然后又要把他推到海里，然后车子爆炸还是怎么样的？对，宇宙要扩张了，就是要让宇宙乱扩张一通，没错。这就是8点档啊，那个演员就会越来越多，就有一些以前没有看过的人，就是一堆新角色就突然冒出来。哇，8点档跟手游好像哦，就是会冒出一堆有的没有的新角色，就凭这样子就觉得很像吗？我的天，好，没事，我们继续。啊，再来要骂谁？骂伊藤绿茶。嘿，不是伊藤绿茶。啊，你第一个投的啊，刚那个看到你的时候你没有来，没有来还想被骂哦，想啦是怎样啊？没有把火蛇放在眼里，真的假的？啊，这样已经骂到了，好，那我们继续，没有啦，啊，该骂的还是骂一下，对，啊，那个拍2下麦克风吼，拍谁不懂？因为那个其实好像拍麦克风对麦克风是不太好的事情，就是拍麦克风会伤麦啦，所以我就不拍了吼，我还可以拍什么？拍捧胚。没有啦，拍啥？我拍麦架有声音吗？可是拍麦架也是会晃到麦克风啊。好，不拍了，我们就念一念。好，拍桌子，可以耶，拍桌子好像可以。火蛇这样放在心里，尊重的挂在嘴边会公开讲到带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啦，赶快骂一骂，拍脸颊很痛不要啦。为什么是拍我的脸颊？好像可以拍脸颊，感觉很那个感觉很像小流氓在挑衅，对不对？就是大家懂吗？大家有在？我不知道啦，可能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我的国中跟小学有遇到那种就是小坏蛋，就在那边拍脸颊，大家懂吗？好色，这很色，你们是有什么问题？窗外的野鸟提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又磕到了，恁这人头壳是用底啥啦？伸出一配，拍脸颊跟伸出一配那个力量有差吧？啊，算了，爽就好，随便你们，不要紧。好啦，啊，不是啊，你肚子喂了呗哈，喂了呗，哈。乖，当别有送啊不？可以了没？头壳底上底我哦，你嘛讲得出来？天哪，连我都不会讲这种东西。原来这也是这种台吗？不是，啊，都不是，恁是咧哦。我的形象都被你们不是？你看我连讲都袂晓话，我的形象就是被你们破坏光的。实在哦，哦，夭寿。好啦，恁欢喜就好，凊彩啊！实在是傻无呢。
傻不？想试试看，实验成功了，什么意思？又在掉、哦？这算马岛吗？这算马岛吗？情话可以退party，最好是这样啦，真的假的？你是说哦，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哈、哦，就是你遇到什么人家脸贴在你脸前，然后就是讲一些很坏的话，然后想要对你怎样的时候，就直接尖了，直接跟他打击，他就拿你没办法，他就会吓死。但是我觉得这个牺牲很大，就是大家自己再想想，不建议，不建议。要长脚了，我已经有脚了啊！不是，你们可以长啊，你们又不一定有脚。你们最好是给我长脚，你们最好是给我长脚，然后我会叫你们锯掉，你们就可以知道被锯脚是什么感觉。我就可以问你们爽了没？哦，欢喜了不会？哦，好了，比谁更变态的游戏，我觉得这好适合画图啊！算了，我不要再多讲了，多讲多错，你们又在那边太开心，蛮失控的啊！这一届的观众真的是很难带耶，怎么会这样嘞？好，因为我的脚可以长，谢谢。对我，伊里可是握有我的把柄的哦。等一下，什么意思？我的脚就是把柄？又失言了，爱画的自己去画，我随便。对，好了，好。下一位是谁？好，磕到了，好，爽就好，没关系。我怎么挖坑给自己跳？不是，我就性格扭曲啊，我就是擅长失言，做效果啦，不要在那边问，就是做效果。冷静啊，大家冷静。你们如果不冷静的话，就给我去画图，制造一点流量给我蹭，好不好？用 AB 胶把我的另一根脚粘在你头上，我再锯下来。不是。给我自己长啊！不要在那边夺取别人的脚，窃取他人劳动成果，就像那个 AI 吟唱师一样，明明不是自己画的，但是说自己是 AI 绘师。不，你不是绘师，要脚自己长，把别人的脚粘在自己头上，不叫长脚，好不好？这跟那个是一样的。还又延上，太好了，骂到了，爽了没？好啦，下一位。下一位，哎呦，冲阿杰，哦，这一定不是骂阿杰，对，但是这个蛮经典的骂倒台词，对，太好啦，我就蛮期待会有人投这个了。刚刚有人说苗可丽老师是你的偶像的，对不对？那个这就是苗可丽老师也有念过的，蛮经典的台词，对，啊，这个很凶不，你不是会师，你是会务，哇，太凶了吧，超凶的，救命！好赞哦！这个学会了，大家以后可以留起来对付别人哦。好啦，就是拍新摩托多的老崩西，跟我知道的不一样我知道的是什么呢？这碰到底面老崩西卡骨大细机，你若要死到车115，要带到透风落雨，你带了吼，安怎？哦，你若要出山就找无路啊！带了个那个骨头个互狗啊摕去剥。我听过的是这个，好像苗可丽老师念的是这个版本，对不对？这很经典大家有听过吗？如果没听过的话，可以找一下，应该就是找苗可丽，然后碰到地面路崩西，应该就找得到了。好，我们再进入那个情绪再次啊，这被火舌带坏，真的，大家看我的台看太多了，就会被我熏陶。是的，对啊。对啊，你这碰到地面路崩西，你脚骨大细件，要死就车115，你若要带着透风路你要出山就找无路，上好死啊，骨头给狗仔摕去剥，很怀念这蛮经典的。阿杰原本就没好过嘛，可是我觉得阿杰平常对大家都很好对，而且那个阿杰大家频道订阅了没啦？我频道都订阅了，去看一下。对啊，就是他那个无专业台语教学也是讲话超温柔的，跟我知道的阿杰不太一样。你想学软体动物门的那是什么？可以提供一下吗？我好像不知道软体动物门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阿杰提供的版本。我先顺一下你在歹心乌落道的路崩西，你脚骨个大细机，要死就车115，要带到透风甲落雨，带线个狗仔拖去剥。对这个很恶毒哦。伊利被先去忙好，不是伊利，是伊利。
哦，好，我还是讲台语好了。一粒哦，要先去无用，或者这里去无用哦，一粒再回，后半夜再过来啊，你可以补档哦。如果你觉得骂不够，或是你有投没有被骂到，有骂到，但如果你有投第二个还想被骂的话，等一下补档就好哦。那谢谢，帮我多一点时数，靠你们了。来这里去无用哈。这歹心哦，落的落崩死，你卡骨个大细机，你若要死就车115啊，你若要带就透风甲落雨，你带了煞哦，个搞我拖去步，安尼有爽不哈？啊，这样有吗？这样有吗？对啊，这个很恶毒，没有错哈。这个大家听得懂吗？如果有人听不懂的话，还是简单讲一下哦，就是歹心哦，落的落崩死哦，或者是碰到对面落崩死，意思其实差不多，反正就是路边的尸体落崩死啦。哦啊，就是说人家怎么讲，没有人帮你收拾，你就死在路边哦，有没有？很凶这很凶很恶毒，但是听不懂没关系，我们现在几集来该谁来解释一下。对，找到的是影片文字要再找，我好像没有看到纯文字的稿，所以我就是硬把它背起来。好像有在那个 FB 好像有那个失控的台语课，是不是？好像是在这个粉丝专页可以找一下。如果我记错，那就记错。对，好。啊，你若要死就车115，你要给阿嬷看，真的假的？阿嬷就会想说，哦，这少年人那讲话才歹听，然后就叫你唔好看这啦，完蛋了。然后阿嬷就不爱我了，你就不能选一个比较正面、比较有水准的吗？你可以选我的歌回，我的歌回有唱台语歌啊，选我的歌回唱台语歌的部分给阿嬷看，不是比较好吗？好，谢谢。这个我还是贯彻这个骂导，努力在骂大家吼。好。等一下，要死就车115，这句我其实没有很懂，我要查一下。等我一下啊。对，拍谁啦？我就是一个读书没有很彻底的啦，没关系，我就是有点不求甚解啊，我都没读册啊。啊，你是要安怎？我有什么办法？啊，不是做 VTuber 就忙死了。那个啊，做个周表也没有人帮我做啊，邀约寄信也是要自己寄。我还有时间读书哦。没有，这是骂导。对，是情勒算骂导吗？你们自己吵架一下，帮我决定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不知道算不算，你们自己讨论一下。我来看一下哈，要死的车115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哦，车115是要祭拜的日子，死在那种日子是对神不敬哦，真的假的？那单纯就是死在初一15的人还蛮衰的耶。感谢啊，这个的补充，我马上查资料，没有看聊天室，其实聊天室比较可靠，直接看聊天室比较有用。阿嬷爱帅哥，阿嬷喜欢这种的真的假的？阿嬷会不会觉得我长得像妖怪？因为我有遇到一些长辈，就是对我的美貌没有办法 get 到，会觉得我那个长2只脚，然后那个皮肤这么白，很像妖怪。我有什么办法？好啦。啊，骂倒台在粉丝眼里哪次不是台词汇？就你的问题，你再想想。好，所以初一15要拜神，那天挂掉就会没有人发现，那是蛮惨的。啊，被逮的套红楼这个就简单啦，就是你要逮就是埋起来嘛，你要入葬的时候还要刮风下雨，很惨呢，真的很惨呢。对啊，等一下，被逮的套红楼苗可丽老师的版本是还有一句，就是你若要出山就找无路，就是要出殡的时候你会找不到路，太狠了，就真的是让人家死掉，然后还没办法安宁就对了，就是非常狠，非常狠。过来，你若死啊，骨头跟狗啊摕去剥，就是你死掉之后，你的骨头会被狗挖出来拿去啃，坏死了，坏死了，这个真的很恶毒啦，这是不建议大家使用我们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或是8点档看看来听听就好啊。平常不要用平常这个拿出来用，你被痛扁，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大家自己小心本台不鼓励大家学了之后拿去骂人那个有想被骂的，就自己找一个美少女，找一个帅哥，请他骂你付钱请他骂你，或者在他骂倒台的时候请他骂你就好了就这样子，谢谢。学会了，你要跟长辈说你学到了新的台语台词。你再想想，这个长辈以后不爱你的不是我的问题你自己看着办好。上次给阿公看我的台语歌回，阿公说歌太年轻听不，完蛋了。好啦，我以后多放一点老歌进来啦。对啊，就是是的。
好，看阿公想不想听一点年轻人的歌哦？如果不想的话，就看阿公喜欢什么歌，你们可以提供给我，说不定我会唱哦，好不好？本来就会被痛点，因为我是长发男，好，没关系啊，都这样子啊。不是你说我是长发男，就是对长发男的不尊重了。我都没有在整理的，没有在洗头的，我是拖把男，请证明拖把男。长发男没有整理就是拖把，你们这些拖把听好了，包含我自己，对，不要说自己是长发男了，你只是一个拖把而已。爽没？好累哦，骂人好累哦。天啊，以前那个其他 VTuber 朋友跟我讲，我还不信呢。骂人真的是蛮累的，真的要忙了，顺便找阿妈，好，去找阿妈，再会。楼顶设计吼后半接来看。没有在洗头是否有点？不止没有在洗头，还没有在刷牙，爽没？怎么觉得骂很开心？累是累啊，累跟开心是可以同时发生的，好不好？骂人本来就蛮爽的，毕竟我性格扭曲嘛，对不对？烤肉刷、长毛烤肉刷都有的，谢喽，谢喽。烤肉刷吗？好吧，这个大小，那个绑起来确实有比较像烤肉刷。那你要拿去烤肉吗？不要啦，很怪欸。吃头发油，这个有点癖好，有点太特别了，我不是很能理解。我们就再想想。这个好像也有听过耶，这个也算经典，比较古早传统的嘛。这我有点不会。鸟啊鸟臂把棒赛钩，棒打水，不行，棒打水不清哦。等一下，这个我看一下，找不找得到。如果有声调的话，我比较会念对；没有声调，我就会念错啦。鸟啊鸟臂把。鸟啊鸟臂把，这算骂人吗？怎么有人说是囡仔瓜？看一下啊，算是一种香油，谢谢啊，感谢，有汉字提供，太好了啊！我看一下哦，这跟那个不一样啦，这跟那个这很凶哎。这很凶哎！好，我看一下啊，鸟啊鸟臂把棒赛钩，棒打是蚊帐嘛，棒打。鸟啊鸟臂把棒赛钩棒打，棒打洗无清气，啊，掠鸟啊，洗无清气，掠鸟啊去破戏，什么意思？掠鸟去破戏，破无天光掠鸟去塞卡称，YouTube 可以讲这个吗 ？YouTube 可以讲塞卡称吗？完蛋了，趁他现在听不懂台语，以后他听懂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个就咱们人半路死是塞卡称塞到一半就死去哦，真的假的？太凶了吧！这个不能讲，这个不能讲。这个我就不解释了。这个鸟比听了有淡薄的，猫听得很害怕。这个超凶的啦，这我不敢讲这个有想要深入理解的人到 Discord 我们有地方可以讲。我今天这个 YouTube 就不要讲这个了，我先不要解释。对啊，刚刚算念过去我这个我没办法，要拿这个骂人我做不到，反而是那个碰到对面的东西还稍微可以。这个你看到恁家己头啊蒙听稍微有听到就好了反正我们等 YouTube 听得懂台语应该还要一段时间哪天他听得懂的时候，我这一支就要默默的删掉了或者我把那段剪掉啦其他部分可以留着啦好，继续骂Nightbot 很会挑时间现在是要那个嘛，双面饭有开卖了，你们有没有人还没有买的？没关系啊，你得看阿慧无啊，你就不想要阿慧的周边没关系啊，就是那个平常对阿慧的爱都是讲而已，嘴上讲，嘴讲的尔要出物件时阵拢无支持，无买纳钱不要紧，恁就拢安尼这是骂倒，没有真的在逼大家量力而为我继续骂快去买啦，那个链接都贴在这里了，还没有买的是不会赶快去买一下不然我过好久都没有，小精灵都没有跟我说有人买了，我就想说是怎样，小精灵都没有事情做，我小精灵都绑架来放在地下室了，你让他没事做，这样不是很浪费吗？
小精灵又不会帮我上字幕啊。对，小精灵，我不会承认小精灵是那个猫咪。对，好的，对啦，我都鞭打猫咪，叫它去帮我出货。啊，没有啦，买了，真的想要不要买更多？好啊，买更多啊，问就是买啊。对，平常不会那么劝败，但是如果是问到是不是要买阿慧的饭友，那当然是一定买。对，买了可以送朋友，买了可以送亲戚，买了可以干嘛？买了可以让我拿到一些钱，谢谢。强制爱有吗？这样有强制爱吗？没有啊，我只是绑来当廉价劳工啊，这个没有爱，我只是使唤人家帮我做事，这是没有爱的使唤，你想多了。真的有送一个给朋友，那你就缺一个啦，赶快再买。好，天啊，不知道伊藤绿茶的饭友有没有买，我也不知道你看他马上要再催一次了啦，还没买的人赶快去啦，不然我平常已经够穷了，不会支持一下哦。海超人说再买更多饭友，没错，说不定我会出什么卡片类的哦，说不定我的邪恶计划真的跟卡片有关哦，毕竟我是喜欢玩卡牌的宝箱嘛。有人在乎吗？有人知道我喜欢玩卡牌类游戏吗？我平常不开卡牌类游戏，就是因为同阶会很低。对，我什么办法？对，好的，那个好，邪恶计划我们就不透露太多了。对，反正就是，也许我以后就真的会卖卡片，就可以说再买更多卡。我们就静静的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好，我们继续骂。我想要赶一下进度。乐西给会催生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我没听懂。好，牛小姐啊，这个情境有点长。情境，我是台语家教老师，但是学生无心学台语。笑，真的假的？这个好那个哦，哇，这个骂的好那个哦，哇，这个我很期待。天啊，性格扭曲，居然那个主播拿到骂倒台词会跃跃欲试，很期待，真的要来骂，天哪！阿酸这么了解我，我知道你们了解我，就是要考你们啊！就顺便让那个考一考答不出来的人知道自己不够了解我，然后可以回去反省一下，对不对？好，真实上演，没有啦。我目前为止遇到的那个台语家教学生都是自己有想学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台语这个语言呢，就不是在升学主义下会有人在乎的语言呐，所以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家长请我来教不想学的学生学台语的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度里面，我们的升学主义的制度里面，你台语根本就不能拿来考学测，谁要学？台语根本就不能拿来考统测，谁要学？也不能拿来考会考，谁在乎？没有人会花钱请一个家教老师来教台语，好吗？除非你真的想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自己想要找台语家教老师。所以我目前遇到的学生都，是的，好爽哦，又可以那个已经开始骂了吗？对啊，仗着今天是那个骂倒台，想到什么想痛骂，随便骂，好爽。送掉你，嘛无艰苦掉我，送掉你，跟送掉我，太爽了，应该多开一点。把现在的人都抓起来罚4万比较快。不行啦，这个做不到。对，台语在家学就好。是哦，台语在家学啊，你中文要不要在家学？你中文那个地方公告下给你中文是不会在家学，是不是？你那个随便一个家庭，那个爸爸妈妈，或是爸爸妈妈，反正都中文都讲得多好，对不对？有什么好在学校学的？好了，我们还是那个回到骂倒台词，来，好，我们先进入这个情境哈。我是台语家教老师，但是学生不想学 ，OK， 就好啊。就你说，因为其他科目的课业太重，所以没有完成我们的台语作业，是不是？好 ，OK， 我完全可以理解哦，没关系，反正台语的顺位本来就不是那么前面嘛，对啊，台语跟其他科目比起来就是没有用嘛，对不对？没关系，你用台语就是没有办法去超商买东西，你用台语就是没有办法在线上跟人家谈恋爱干嘛？你没有办法就是用台语，好随便，反正台语就不重要嘛。那你知道吗？因为我会在乎学生的学习状况，就是因为台语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这是台湾的根，或者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你听有无？你都没在上课，你台语课都没在上课，你当然听不懂。我还用中文讲一遍，是不是？天哪！
就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也是我们台湾的根，好不好？也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你这样不上课也不复习也不写作业没关系，与其说对你失望，其实好啦，我的问题好不好？不如说我对自己很失望，就没关系，我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对台语产生任何想要学习的动机，都我的问题。我是真的对没有办法让人产生想要学台语的这个愿望的自己感到很失望。我也不是在情绪勒索，我也没有要责怪你。我知道每个人在课业上就是会有自己的难处跟原因，但是如果你连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办法完成的话，我觉得师生间的承诺好像就也没有被尊重了嘛。那你要怎么进步？你要怎么成长？你要怎么真的学会台语呢？会不会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就再也想不起来阿公阿嬷对你说的话，还有那些话语里面究竟蕴藏了什么样的情感？对不起老师可能太严格了啦。对，我讲这些也不是要让你难过，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明白，拒绝学台语的后果是什么。当你放弃你生命中出现过的语言，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忆起自己过去完整的样子。你可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但是这其实是很多台湾人经历过的痛苦。我不希望你承受这样的痛苦。就也许大多数人都无法察觉，可能你也无法察觉，没办法察觉自己失去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再认真想一想，台语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愿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如果你真的不想再珍惜学习台语的机会的话，那可能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也可能是就是世界上最后的台语课了，以后也再也不会有台语课了，也没有人会讲了。也没有人知道台语是什么的，就好啊，没关系啊。不是你真的坏学生我现在看到你 Steam 上面你还打开那个小小图书馆要开来玩，真的是坏学生，不读书啊，猫猫可爱。没有啦，可以一边玩一边跟台啦，只是借题发挥。我们想说那个骂倒就是要彻底一点，好不好？拍谁？希望你没有觉得真的被骂到难过，好不好？OK， 好煽情哦，我很努力在那个。好啦，不要哭，不要哭，麦考，不要骂你老婆。超好笑。好，你们结婚就是为了这个吗？就是为了这个吗？就是为了在我骂你们的时候可以跳出来说不要骂我老婆爽没？好啦，刚才真的在难过，现在直接拉回来，刚好在卖惊悚小说，太好了。好啦，这个念起来有感觉。太好了，我对我自己那个的表演能力又更有自信了。谢谢猫猫可爱，让我发现我有这个天分，好开心。好啦，只要不够老的话，那些会讲台语的还硬要对我切华语。对啊，我觉得就是很多长辈他就是习惯了，看到晚辈就是会自动切成中文，我觉得蛮困扰的啦。但是就也没办法，我们就是努力对抗它吧。对，其实我平常不会这么那个啦，我平常都是比较正面，或是比较。我不知道我比较，没事，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做法不一样。我自己是比较不会刻意去帮助不想学习的人，所以我遇到这种我就直接跳过，我直接去找有兴趣或是想要多聊这个话题的人，还不如更深入的去跟大家交流。比如说把你们拱出道，这也是我的计划的一环。这个有想到骂人的要说吗？可以啊，欢迎提供。我们今天就是痛骂，对，有想要我骂的就可以直接提供，没问题。我看一下，如果 YouTube 可能真的会不行，我就不讲了。可以的，我一定讲，好不好？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拱大家出道，谢谢。觉得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啦。好 ，OK， 太好了，原来我还是有这个让人难过的天分，好赞哦。然后呢，现在我的这个视窗不会动了，他被我骂哭了。好，我还想说我要来骂马铃薯了。这个好像听过这个好经典哦。你自己放到胶刷袂做堆，你自己放到胶刷袂做堆，唔通伫遐袂生佮牵拖厝边吼，你袂受佮牵拖男，又可以多活一天啦。谁给我钱这么好？谢谢。
那个骂人是演出的，但是这个拿到钱的快乐是真的。谢谢猫猫开的500块，别骂了，要去学台语了，太好了，请去学台语，谢谢。对，感谢你的500块哦，我又可以多活一阵子嘞，好快乐哦。刚好最近又需要钱了，为了这个邪恶计划的经费，我也是蛮努力。不会啊，打断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在那个整坨再念一次。对。不要紧张，这是我的荣幸。好诶，好，感谢。那我们就再来继续啦。不是那个学台语，如果有遇到什么想要讨论的，都可以在我的 Discord 发问哦。就算我没有及时回答到大家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就是 Discord 也会有其他朋友可以回答到，所以我觉得 Discord 是一个学台语还不错的地方。对，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好，我们再来。你甲你放着胶刷袂做堆，唔通伫遐袂生去牵拖厝边，你袂受去牵拖人拍大球，还是有大球哈？歹过搞字，个歹人搞言语，好凶，他这个要解释吗？放着胶刷袂做堆，这个我只有听过，好像是有人，我听到的是有在说台湾人不太会团结的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是哪个时期我忘记了，但是有人说过，就是说台湾人就是这样放着胶刷别这堆啦，就是需要团结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当然不是说台湾人 always 都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这句话是从有人在对台湾人感到痛心的时候讲的。对啊，我不知道拿来骂人是指什么意思，但应该也是说你们自己没办法团结吗？你们自己没办法团结是你们的问题，不要在那边牵拖别人。对，所以讲唔通直接袂生个牵拖厝边就是你自己不孕不会生不出后代，不要在那边牵拖，不要在那边牵拖邻居是怎样？又不是邻居在生。袂是有个牵拖人拍大球，人拍是啥？恁家己查书店。袂是有个牵拖人拍大球，其实介好笑，还蛮有画面的。歹瓜搞记不好的瓜里面那个种子就太多很多歹人搞言语这真的就是你不怎么样的人，反而那个塞为一大堆讲一堆屁话。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常常在上网的话，可能都感觉得出来的啦，就是有一些呆呆的人就蛮爱讲一堆讲太多话，然后讲出来可能又没有太多营养，这个就可以说歹瓜搞记，歹人搞言语，这个实用，大家可以学起来。你们拿去骂人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管了，我一概不负责。好，我们整坨再来一次。对啊，呆呆的人啊，我讲得很委婉吧？回到这呢，恁家己放着胶刷袂做堆唔通伫这袂生去牵拖厝边，你袂受去牵拖人拍大球，你这就是歹瓜搞字，歹人去搞言语，还不敢在网络上乱发言了。不会啦。我觉得如果你发文之后，就是大家给你的回应就是我觉得你讲的很有帮助太感谢了。我说哇，太赞了吧！我要分享给大家，这个就表示你发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你得到的回馈都是你怎么会讲这样，你怎么会觉得可以发这个？然后就是你一天到晚发文都被大家骂的时候，就可以想一下会不会其实你有一点问题如果你很确定没有的话，那就是大家有问题，那你还是可以不要发，因为大家会这样攻击你，可能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的人，或是你可能要去找到，如果你确定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话，你可能要去找得到有足够的判断力，可以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人。好，讲太多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是来骂人的，我们来下一个。对啊，拍瓜搞记，这个真的不是拍瓜，公啥？拍瓜是那个代谢能力有问题，肝不好，拍瓜，不啦。拍瓜搞记，拍人搞言语，我觉得蛮好用的，非常生动的形容啊。好，再来是说我的台语家教课其实没有出过作业。喂，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哇，伊藤绿茶你也太聪明了吧！直接绿界的留言就是这个骂倒台词嘛。好啊，来啊，不要紧啊，你敢倒我就敢念。你搁知影要我钱哈，偌久无孝敬啊哈，你怎啦？拢趁钱激西去啊！食饭拢食阿爹，我嘛毋是恁阿爹啦，无啦，讲笑的毋是这个意思。不要紧啊，拢趁钱激西去啊！看主播的钱拢免互主播钱啊！
不是看主播的钱是啥，主播就无钱吼，恁看，看主播的表演拢无爱纳钱，不要紧，主播就上好枵死死伫路边，吼，你嘛唔知影我死伫倒位，你嘛无得替我收拾，安尼你有爽不？这样可以吗？很凶吧？那样300块的骂到这么凶，有没有满意啊？这是我的荣幸。好聪明哦！投绿界，然后直接提供这种很符合情境的骂倒台词，超赞的，欣赏你的创意。银贝暗蛮欢迎银白来看我骂人。你有想被骂的话，可以提供欠骂台词，我就会骂你哦。0287晚安，欢迎一进来就会被骂，舒服。谢谢。你有什么想要特定被骂的，可以提供一下弱点让我攻击，好不好？林系统才找个卖欧别讲，卖欧别讲。原来台语家教是不会出作业的，下次改进的。不用啦，不用改进啦，也不一定不出啦，只是我还真的没做过很多台语家教但是也是有，我都会问啦，我都会问想不想要我出作业啦。但大部分的人都是没关系啊，就觉得台语是一个那叫什么？我们来回顾一下经典台词。对，我会让学生，我其实没有常在做台语家教，但是我会让学生选要不要出作业啦。要的话我真的会出，但是大部分的人我遇到的人都选不要出作业，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台语的顺位就不是那么前面，没有关系，反正台语跟其他科目比起来就是没用嘛，对不对？就没用啊，没关系，就不要学啊。那你来干嘛？对，就是这样。好，学生都不会想写作业，对啊，其实我理解，我自己也是有一些课，我也是。如果可以选的话，偶尔也会觉得好像可以不用出作业，我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是真的给人家选，就是没有要强迫，没被强迫，就是开玩笑，骂倒骂一骂而已哦。好，咱过来给我上前面好我咩？马子里。想要备用台语慢慢看，你这头壳有问题的查某，这苗可丽的经典台词之一，对不对？哇，我不知道揣摩的像不像我尽量哦。请问我是要连着名字骂吗？你想要这样子吗？你想要这样子的话，讲一下，我就提供这种服务。我真是非常有诚意的在提供哦。好啊，你们有要趁机一起的也可以那个举个手讲一下，干一下。我就连着你们的名字，一个一个来骂，好不好？可以真的假的？那么刺激，林家良，真的，我觉得，我怎么觉得今天的这个有点不纯骂倒了，有点不纯呢，有点像是会那个写一个纯骂倒，然后纯要圈起来的那种不纯，怎么会这样子？虽然我自己也喜欢啦，但是我不是说我喜欢这样骂人，我是说我也就越讲越奇怪。好，不要再乱讲了，我们就冷静。每次都变失言台，很烦一定是你们的问题。马子里，你这头壳有问题的查某，倒在上面呆鼠，你投这个我要怎么念？这样可以吗？这样有吗？新婚第一天晒恩爱很讨骂吗？可以啊，你可以做任何事，然后括号讨骂，我就知道你是要讨骂，然后我就会骂你，好不好？我们培养一个默契，今天大家做任何事，讲任何话，后面括号讨骂，我就骂，可以吗？爽没？好，后面还有一个情境，我看一下啊。有点好奇宝箱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还有那对角，昨天刚好吃了菱角，不知道它口感像不像。马子里，你这头壳有问题的查某，你头壳有问题呢？你问这啥问题？你问讲我角甲迄个菱角吃起来敢有像？不是你敢有吃过牛角，还是羊角？不是靠腰菱角的，我真的不知道要怎讲。你家己。你家己卡看嘛，贴起来声都无同，那个完全那个质感就不一样。它有可能吃起来有像，这头壳有问题，去看医生啦，莫伫遐看台啦。有吗？够凶吗？好，满意的吗？阿酸好喜欢我，介意我要创啥？你等下结婚你就要安尼？你要确定你不是我刚才帮你证婚哦，你想一下哦，我刚刚才帮你证婚哦。然后你现在就说你我长发男、拖把男，你再想一下，甚至猫猫卡爱跟你在同一个聊天室你要确定那我刚刚证婚是正好玩的，是不是？证婚证一个身体健康我现在愈讲愈无健康，我要落死啊！爽没？好，
你也好喜欢阿酸哦。好啊，不要紧，你著伫我的开讲室等情绪啊，不要紧，我直接就是一个空气，把它当做空气，不要紧，恁欢喜就好。啊，你也爱死猫猫，不是？你刚刚才在那边说喜欢我，现在又在那边喜欢猫猫，你这样对吗？哦，他花心也不是1天2天，对呀、啊，你这个人，那跨姐爱姐，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对爱情完全没有忠诚可言，你这样子。你对爱情没有忠诚，不是你看主播的台对主播没有忠诚没关系，你可以说你是滴滴哦，但是你谈个恋爱，你对大家都没有忠诚可言，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海后哦，海后是什么？就是你有一天会被人家丢到海里哦，你要确定哦，你再想一下哦，你后摆安怎我无都替你负责哦，我无要管哦，我无要插你哦，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想办法生存下去哦，看起来爱一个，但是好，不是这个意思，看一个爱一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真的每一个 literally everyone 不是，你冷静完了，阿酸刚不是在跟你告白，你要把火蛇的台关掉了，你再想一下，阿酸不是在跟你告白是谁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阿酸的问题啊！你关掉我的台干嘛？我做错事了吗？是我的问题吗？我帮你们证婚我帮你证婚，然后你刚结婚的老婆马上出轨，是我的问题吗？是我的问题吗？你再想想，是我的问题吗？好，不知道看台讨骂还可以到处客到，谢谢不客气。一粒欢迎，欢迎你回来，太好了。阿嬷说很帅，谢谢阿嬷，多谢阿嬷，我知影我做引导的，多谢，是你唔甘嫌啦。袂当叫阿嬷，叫姐姐。多谢姐姐，多谢姐姐，唔甘甲我嫌，姐姐你嘛做美丽哦。好，不是花心，只是心有很多位置。你再想想，对每个伴侣都是滴滴。哇，你话最好是可以这样讲。你这个，我觉得海后被丢到海里是合情合理的。那个你自己想办法啊。那个有需要那个。就是前任们一起串联，然后讨论一下证据要把猫猫处理掉的这可以来我的 DC 可以帮你们开专门的频道，爽没？好，怎样？伊藤绿茶你说什么？纯爱战士同胞？我吗？阿慧，我的纯爱战士同胞，对我是纯爱战士。猫猫他是 NTR 教徒，真的假的？猫猫你是 NTR 教徒哦？你胃口这么好？食这尔重口味，真的假？什么意思？你真正爱看 NTR 哦，救人哦！这是宗教战争呢？不行啊！横刀夺爱的爱不是爱啊！不是，你要横刀夺爱之前，请你想想是有多爱。好烂哦！如果被室友抢走，如果被室友 NTR， 就是室友多爱。真的猫猫真的是 NTR 教徒，真的假的？不是的话你要澄清你都不讲话不是的话你要澄清一下你都不澄清，我就会觉得是真的怎么可以这样？真的假的？哪里湖面总是澄清，哪里又唐突歌回又被你们赚到，天哪，救命！阿嬷爱帅哥，但是更爱你。那一定的吧？阿嬷听孙敬雄你介意内裤？等我不会日文。内裤什么？这个怎么念？等我一下。拖拉蕾是不是？是拖拉蕾吗？查不到。不擅长使用日语字典。内裤拖拉蕾是这样念吗？跟鸟啊捆的艺术，所以是 NTR 战士啊！你早说嘛啊！这种的可以啦，这种的可以。Neko Torare， 这可以啦。啊，算是怎样？原来老婆喜欢 NTR， 了解了啊！你就真的配合啊！好啦，这也是可以啦。如果大家都开心的话，也没什么不行。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感情的形式并没有限制在1对1，虽然法律上可能有限制在1对1啦，但是说实话，如果参与的所有人都没有人被伤害，没有人被欺骗的话，你们要怎么玩都可以哦。
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你们为什么每天都在逼我讲一些奇奇怪怪、怪奇奇的东西？谢谢伊利的补充，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我的不能这样讲，日文也是会被迫学到一些零零碎碎不一定想知道的东西。是的，大家冷静啊，大家冷静，我们的话题可以不要这么歪吗？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有人压线投稿是不是？我要先关闭那个回应了。来看一下压线最后投一个是什么呢？这也太凶了吧！好，实现你的愿望。这个匿名的，不知道谁想被骂还不敢写名字，是怎样？有人被我骂到哭吗？真的假的？这样就被骂到哭也太脆弱了吧？哭什么哭？矫情的要死，他们装什么可怜？就是要用一下台语的，靠啥？矫情怎么讲？等一下，台语不好，我查一下。矫情要怎么说 ？gay 掰吗？算是这样子吗？矫情可以翻成 gay 掰吗？好像可以，对不对？虽然好像应该有更好的，你等我看一下。矫情。我感觉应该有比 gay 掰更适合的 gay 先，好像 gay 掰比较好。阿妈说还有帅哥吗？有啊，我啊。你说别位吗？别位的话就是请阿妈多看我的台，我有跟帅哥联动的时候就会有了。OK， 靠啥？哈，可靠啥？你还 gay 先，你还 gay 可怜哦哈。靠啥？你还假掰？不要紧，你就你还假。你还假可怜，看上要插你，有吗？爽没？假先假，这边来读假笑假读，假先，我来看看啊，假先，不知道，我觉得假掰好像比较符合要骂人的那个感觉哈。我看看。假先，真的耶，假先假读，假先假读，就想到我跟思思还有青毅，确实都是帅哥，对，还有苍大叔也出道了，大叔也是帅哥，对，虽然大叔目前的外观非常的可爱，是黎明，但是那个阿杰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肯定也算帅哥。真的，伊利也很帅，对啊，这不用讲，那 gay 共哎，那伊利常常在一起跟火蛇一起出现，就常常在合作，所以大家应该蛮常可以看得到，很帅的，对啊，都跟阿妈介绍一下，对啊，伊利也蛮常，就是会跟我一起出现的时候也蛮常会讲台语的吧，这个阿妈应该会乐意认识一下，对不对？我们的子的帅哥，对。等等，好，这位朋友，我们现在的聊天室都是 ID， 我要想一下，我看到你的 ID 里面有人生水水，阿 Get 对不对？阿 Get， 阿蛮欢迎你来，阿杰晚安。对，反复讲到在一起，我没有讲在一起，我只有说一起出现，我没有讲在一起。你哪鱼啊？你们全部给我去检查耳朵，常常一起出现就是常常一起合作。常常一起在同一个节目里出现，谁跟你讲在一起了？你们的耳朵是怎样？你们这些 CP 盲目的 CP 追求者，你们的耳朵都有问题。开电脑给阿妈看直播，那你直接把我的那个好了，你直接把我的频道设成电脑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浏览器首页好了，这样打开就有我可以看，太好啦！阿妈一定会喜欢的。如果不喜欢的话，就逼阿妈看。我好坏哦！好啦，骂完了，累了，真的好累哦！骂倒台对喉咙的负担怎么有点大，累死了。好啊，希望你们有开心啦。果然不能太常骂人呢。对，下次再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咯，你们就珍惜一下哦。看一次少一次哦。好，最后有没有人要被骂的？阿嬷很爱，太好了。虽然今天好像很没水准，但是阿嬷还是很爱吗？太好了。谢谢阿妈，多谢姐姐，
多谢咱美丽姐姐，多谢你唔甘嫌，多谢你来捧场。哦，咱阿慧吼后摆会更较拍拼吼，做较好看，较有水准，较有气质的，较有营养的节目，互你看好不好？多谢啊！哦，你不要看一次少一次啊！这太有法度，人生所有的代志拢是安尼啊！人生中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哦，所有的际遇，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要懂得珍惜。为什么要被骂？没有啊，因为今天是骂倒台。对，就是开放给喜欢被骂的人可以来投稿一下被骂的台词。这个病刚好了，马上要吹喉咙，是不是欠骂？不是不是没有要骂我没有要骂我今天是骂倒台，没有要让你们骂我我其实是有想过开逆骂倒啦，但是还不是时候，你们让我酝酿一下好不好？想拔我的脚，不要再想了，想拔我的脚，有些事情你想想就好。不要讲出来，讲出来刚才有人做倒单做讨厌，好不好？你讲出来真的是讨骂你再想想看，这样有吗？要试试。好，请提供一个弱点，或是提供一个情境，让我可以骂你，好不好？骂你，烂死了。这企划可以骂火蛇哦，有在酝酿啦，还没啦，等我一下，我现在酝酿的东西有点太多了。比如说那个把一些人绑架来，然后逼他们回答一些台语题目，答不出来就不能离开的房间，这种东西有的。这个先好不好？还有那个上次跟蔡基聊到那个什么台语汉字考试，对，那个也不错啊。台语汉字考试那个也可以先做，对啊，让大家骂我，再等等啦，再等等。你们有急着要骂我是不是？你们也是平常照三餐都在欺负我，干母叉。很天真就要被骂吗？真的假的？我天哪！你觉得很天真就可以被骂哦？你也太天真了吧！好傻，好天真。你就提供一个很天真就想要被骂，这也太没诚意了吧？你至少提供一个具体一点的弱点啊！很天真是有什么好骂？你觉得很天真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吗？还是你只想要偷偷炫耀，说自己很纯真？你在说其他所有人都不纯真是不是？天哪！这样有吗？我尽力了，这样有吗？应该可以吧？哦，应该没有骂到太伤心吼，就是提供服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好，不是，阿嬷说我声音很好听，那阿嬷有要点个台词吗？不一定要骂人的，我们可以服务一下阿嬷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关台咯。不纯真，一共阿杰讲的哦，你不纯真是阿杰讲的跟我没有关系哦。结果阿姐讲完这个，只是骂到了阿姐以外的所有人，骂了他们不纯真哦，真的假的？阿嬷先让我照顾一下，你要洗澡哇？你好意思？我是能照顾阿嬷哦，不是我只骗人呢，我 VTuber 我只骗人呢，我隔着一个荧幕阿嬷，我伫荧幕内底呢，恁查某孙叫我给你照顾，你要确定呢？哈，你这个查某孙是安怎？你该咩接啦？我伫荧幕内底，这个人我无都甲你照顾啦。你去看人布地戏的时阵，敢有人讲迄个布地戏内底布地戏翁仔要甲观众朋友照顾，敢有这种代志？敢有安尼？不行啦！阿嬷现在很懵吼，发生什么倒酱？什么火蛇有照顾人的能力，不要乱讲。我们有距离，我没办法线上照顾，好不好？靠腰火蛇不行，你别讲。不是伊藤绿茶怎么一直在骂我身体破破烂烂，你最好给我知道休息哈。你知不知道休息2个字怎么写？哈，好了，不行了，我这个喉咙真的炸了。不要台词不要写哈，台词写哈，我就会忍不住，没办法克制自己，把那个哈大声吹落去。这你害的哦。你在台词写哈，我就会控制不了我自己哦，那你的问题哦。等一下，我怎么置顶到早安？早安啊，欢迎你来！我现在进入一个看头贴认人的模式，是 Gaki 对吧 ？Gaki 早安，欢迎！而且我记得 Gaki 每次出现都会说早安，我应该没认错吧？你好，欢迎！好啊，但是你才来，我就准备要关台啊！有一个漏掉了，有一个人说已经想清楚了，是不是？等一下，他想清楚什么了？阿酸，你是想清楚什么了？你是说想拔我的脚？你已经想清楚，确定想拔了，是不是？你怎么不自己长一个脚锯下来？你好意思？很关你毛事，又没有点模仿兔子啊？不是，我就克制不了我自己呀、看到那个台词就会想要这样念啊。你们最好是不会有同样的感觉
阿嬷交给我，真的假的？我要关台了，阿嬷交给我。那太好了，我们来看到降落去哪里，要把阿嬷交给谁吧？我有什么办法？绿茶让火蛇控制不了。阿酸呐，阿酸呐，啊，朋友啊，咱应该是无冤无仇啦吼。啊，我今日开一下麦倒带，你嘛会当一直食到是安怎？哈，是怎样？哦，好，不要紧，我们还是赶快降落去一个不那么奇怪的地方。谢谢，阿嬷来了，阿嬷，我们看一下，去看其他。阿嬷，咱来看其他少年家的表演，好不好？我来看卖有啥物才情的少年家会当表演，互你看吼。恁早算讲要去洗身躯，啊，暂时叫阮甲你照顾，嘿，啊，我看我会当创啥？飞较慢的阿嬷会惊，干嘛呢？火蛇觉得你们很奇怪，不是？觉得对，刚那个是龟缸没有错。医疗强，不愧是那个火网大师，活跃在网络上的，我一听就知道龟缸的经典台词被我偷来用啦。虽然整段背不起来，但是还记得一点点。好啦，阿嬷，咱来看其他的少年家啦。咱来看有什么人咧开台？有台词回耶，我们去听别人的台词回好了。好，我们去听那个我觉得蛮酷的一只狗狗，它叫做白百波美。对啊，它其实唱歌超好听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它唱歌，真的很好听。虽然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台词回，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样的台词啊？大家要有礼貌哦。嘿，你若对人无礼貌，我就不会骂你们了，因为骂是奖励。好不好？好啦，请大家不要害我哈。好，去别人的台要有礼貌，这个大家拢知哈。大家再会。飞较慢呢，飞较紧是要吃啥物哦？没有，今天没有这个。好啦，好，我想一下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反正就是最近在密谋一些邪恶计划，然后加上那个蛇体欠安，所以开的台稍微少一点，还请大家就是包涵一下，拍谁尽量拍谁哦啊，我尽量做一些比较酷的大型企划啦，对，这是我的梦想啊，反正有做你们就会看到啊，没做你们可以敲碗，你们可以拍桌子，对，好，我就讲到这了，好，那我也去休息一下啦，对，10月30还有街访直播，然后我明天会 po 周表啊，我等一下就先在 DC 里面放周表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交代完了。那我们就去听白百波美的台词回吧。好，那大家要礼貌哦。好，那大家拜拜啦，我们下次见。好累哦，骂人怎么那么累？骂人好麻烦，人家钱歹赚 ，VTuber 做到这艰苦，唔来甲人照顾，个人的阿嬷搁爱甲人吵啥啦？好啦，食饱紧困。